其實做傳道人做得越耐咧，就越發覺咧係自己需要接受裝備。特別當我去主力去負責兒童事工嘅時候咧，身邊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其實都有各方面嘅專業，亦都係好即係服侍咗好多年。咁佢哋當中咧有啲係老師啦，有啲係甚至乎心理學家啦，更加有副校長啊、校長啊咁。咁佢哋有好豐富嘅經驗嘅時候咧，我就更加發覺有一個迫切性啊，就係我要去接受裝備，以至咧我可以更加有效咁去同佢哋一齊去侍奉，一齊去努力咯。咁有一次就係我上緊神學科嘅時候，咁就講到點樣去表達向兒童去表達三一神論咁，即係一個咁深奧嘅課題。咁我嗰排就有個家長就問緊我，就係佢個囡囡就問佢點樣即係耶穌係邊個嚟㗎？天父係邊個啊？咁我家長又唔知點樣答嘅時候咧，就咁樣問我呢個傳道人喎。咁我就將我課堂所學嘅就話俾佢聽，可以咁樣答啦咁所以家長咧就覺得，哎呀，原來可以咁樣去同佢囡一個 K1 嘅囡囡去表達，咁佢細路女亦都明白喎，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嘅。我哋教會都有好多唔同嘅兒童事工，咁亦都有一啲咧係已經運作咗好多年。咁我記得咧有一次就喺其中一個嘅兒童團契完咗之後，就同一班導師去分享我喺課堂裏面學習到一啲關於兒童屬靈生命嘅課題。咁一路同佢哋分享嘅時候，佢哋發覺好有興趣，亦都好有幫助。咁大家咧就一路好熱烈嘅去討論，並且咧就一齊去傾下點樣可以喺自己嘅團契裏面，喺聚會裏面咧都真係幫助到，唔單止讓嗰個嘅團契聚會順利咁運作，更加咧係兒童咧個屬靈生命都係有成長嘅，同上帝可以建立更加密切嘅關係嘅。咁大家傾到好開心，我就發現原來我學嘅嘢咧係大家即係對大家都係有所幫助，所以好感恩嘅。